深圳福田有間神仙牛扒館，荔枝木火焰牛扒加呢個芝士瀑布意麵，人均都係百零蚊就食到啦。係深圳福田唯一一間用呢個荔枝木烤牛扒嘅餐廳。上等嘅牛肉作為原材料啦，用荔枝木去烤出呢個特色果木牛扒。用呢個火石烤爐550度至到1000度就可以完美鎖住咗牛肉嘅肉汁啊！而呢個意大利超級巴馬神芝士火焰燴麵全名就係帕爾馬干諾啦，係芝士中嘅貴族嚟嘅。咁只需加29蚊，所有意粉都可以用呢一個烹製方式噶。芝士薯蓉嘅味亦非常之濃郁，小食嘅拼盤亦都好香脆啊！品牌已經成立咗20年噶啦，酒品仲涵括8種意大利4大名莊同埋法國嘅名莊，人均都係百零蚊。想花少錢食高品質嘅牛肉呢度就係最佳選擇啦。咁喺福田口岸落馬洲過嚟亦都非常之快，仲快過我哋中環去赤柱啊！有興趣嘅就去試下啦〜